嗱，你認住呢一個黑色呢條最貴呢條 line 啊，蝸牛黏液配瑞士阿爾卑斯山嘅黑蜂嘅蜂王漿蜂毒肽同埋蜂蜜嘅抗老緊致眼紋嘅一個眼精華眼霜。嗱，佢個質地咧係一個 gel cream 嚟嘅眼霜，好啊！眼霜咧，佢哋掃噶，因為眼霜咧，你女人嚟講咧，買眼霜咧係慳好多錢嘅。係可以除咗改善翻眼周嘅眼袋、淚溝、眼紋之外咧，亦都預防眼圈嘅色素沉澱嘅。係一個多用途，同埋搽得上超好推，好好推，眼皮都用得。好好眼皮都用得，咁咧佢除咗係滋養保濕，亦都係會增加翻眼部嘅彈性嘅。咁如果你中意一啲高級嘅，因為 Dr. G 俾法國公司 L'Oreal 收購咗，所以其實咧好多產品都已經係要媲美法國嗰啲嘅產品噶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想 looking for 一支咧係性價比超班嘅，同埋你中意黑蝸牛加埋黑蜂嘅嬌蘭嗰類嘅級別嘅話咧，做減眼紋、做增加彈性同埋去眼袋眼圈咧，可以用埋呢支多用途嘅眼霜嘅。